終於試到呢間 OpenRice 係零負評嘅銅鑼灣居酒屋啊！呢間餐廳 menu 選擇唔算多，本來咧都唔想拍片啦。不過食落咧每樣都真係 OK 幾好食喎。首先呢個刺身7點盛，唔係求其揀啲大鱸魚生，反而有好多白身魚，例如深海池魚、平目、伊狀目、間白真鯛，仲有吞拿魚嘅赤身同埋赤背，每款都好新鮮，而且厚切，非常之出色。燒牛舌咧反而比較普通，佢係爽口嘅，不過食得出咧唔係最好食嗰種牛舌嘅品種。明太子肉子燒咧非常出色，好飽滿嘅明太子，個蛋咧好滑，而且個蛋漿冇用好多高湯，反而用淡淡嘅蛋香咧去襯托出濃郁嘅明太子，呢個比例非常之好。其他串燒都唔錯嘅，不過雞翼就有少少鹹。特濃雞湯烏冬咧係意外驚喜啊，好似一碗雞白湯拉麵咁樣，但係用咗稻庭烏冬，非常煙韌。溏心蛋同埋個叉燒咧都非常之好食，食完呢碗咧絕對飽肚啊！飯後甜品有呢個雞蛋布甸，燉下嘅質感咧好治愈啊，而且有蛋香味，焦糖醬亦都唔會太甜。雖然呢間居酒屋嘅選擇唔多，但係每樣食物都好精緻，同 Bestie 慶祝生日咧可以嚟試下。中意記得 like and share， 留言話俾我知你最中意嘅居酒屋係邊一間。下條片再食過，拜拜。